真棒，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看错你。果然不符合我的期待，十分感動嘅。非常愛湯文，也非常愛好他。蜕变，闪亮一个星星呢！这根本就是我们客家界的刘真嘛，不得了，好漂亮哦！这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对，第一张首张专辑，对不对？讲讲自己的专辑嘛，好不好？这张介绍一下，专辑就是很多的风格，总共8首歌，然后就有8种风格。哇，对。不过真的恭喜人的梦桥了哈，对啊，也相信也很动态的梦想哈。对。今比遐安尼演出总冠军比赛，安尼按出来腔啊来看今晡日精彩比赛，好不好？好。来看比赛。年度总决赛积分丰盛，前6场的平均分数占60%，亚视2首歌平均分数占40%，两个分数加起来7.2，就係亞嘅撈咩大擂台年度總冠軍。目前嘅積分係陳婷婷27.3，梁賢賢26.2，林思玲25.2，邱志強25.1，尹冠權
西点起。讲真的，今天比赛啊，吼，嘿，安尼差不多将近要2年的时间。係系啊，10起来比赛哈。也當然比賽當中有當到無共樣嘅主題，無共樣嘅賽制啦哈。但是今邊係親密關咯。今日有主題嘅啦吼，參賽者咧要準備藝術慢歌嘅同藝術結歌嘅。係啊，慢歌嘅、結歌嘅，我看人家嘅心情用嚟轉變啦哈。結有請 TV 參賽朋友。唉，林冠權。大家好，我是林光權，我來自花蓮，從小我就熱愛表演，我很珍惜每次上台演出的機會。全部卡嘅路，掠寒冬清楚。參加《鬧熱打一台》這個節目以來，我也很努力的在歌藝上、表演上有加強。每次演出，我總是盡力的想梗，因為鬧熱對我來說已經不是唱歌比賽了。它是一種藝術的表演。鬧熱大擂台，收視長紅。一路感謝大家的支持與陪伴，謝謝幫我伴舞伴奏的好朋友，還有在我身邊默默支持我的家人。每次錄影，你們總是全家一起出動，從花蓮遠道而來，沒有你們，我真的不會比到這裡。今天是最終戰役，我一定會全力以赴，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現給最親愛的你們。大家一起為人氣王歐巴群加油吧！跳擺以前，有一隻客家後生人，佢用成一生年嘅世界，已經嘅傳說中嘅故事。佢爬過最高嘅山，跳過最深嘅大海嘅故事，到底在哪一邊？出現的山歌，傳到夜明。幾遠方嘅故鄉有用意，疼愛共愛從哪裡來？遠方嘅故鄉。風電兩氣，太差先差全部停下來。賣花嘅細阿妹兩步跳走一步，太路紅燒了小魚，情人下。賣花嘅細阿妹，經驗長七八歲，跳龍珠跟一條下，充電一點錢。
精彩！今天那么好的表现呢，那我们就有请到叶嘉修老师为我们来讲评。郭群这一次的表现，他其实不断更好。那么快歌的部分呢，我是觉得你真正抓到这首歌快歌，用讲法跟方式，尤其对你来对郭群来讲，嘅快嘅结果的吼，叫唱得清楚。冇简单，根本是真的值得鼓励的。是说，快歌真的唱得很好，今天表现真的不错，加油！嘿，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哎呀，先回座休息一下。欢迎光临，先生小姐，欢迎入住。嗨，大家好，我是梁贤贤。从小我就生活在这种幸福美满的小家庭生活，我很开心，我有爱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阿公阿婆。小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可以站上舞台表演。这一次，因为在爸爸的鼓励之下，我报名了闹热打擂台。爸爸还买了一套录音设备让我练习。要上去朝拜给你，梦之地了。把这个地方改成梦之地了，我们多给他一点点花音。轩轩，妈妈知道你很辛苦，为了这一场比赛，从3年前开始努力的准备，为了今天这一场总决赛。不管我们名次如何，但是我相信这是你努力过后的成果。希望你继续努力，加油！龙轩轩，加油！我需要一个安静、冇人會放愛嘅地方。愛做得太上衝個，只要給跳舞。我唔需要萬人嘅掌聲，也唔需要 Oh no。愛只想快快樂樂，總愛想做嘅事。未來對愛來講，撼動遙遠。兩項愛想做嘅事，愛唔會放棄。愛已經叫你懂得吧，但是愛唔會放棄。愛已經叫你懂得吧。但是愛唔會放棄，愛會做愛自己想做嘅事，愛會做愛自己想做嘅事。唱歌，翻飛嘻嘻唱山歌，跳舞。
的脚步中三个。心情袂开咧，再开咧，海路那，海路那，唔通咧，唔通咧，唔通咧，路那，上流台咧，哇哦哇哦。哇，四位小鲜肉，好，今天看到要4位，我们就在台上陪他，好不好？好，来，来，请一下徐哲伟老师。这位老师。从艺术上周嘅4个时间啊，就谈到你在口气，就是唱歌一个语气上面，我觉得你进步非常非常的多，有点就像叶家修老师特别讲嘅，你唱歌嘅特别喺慢歌嘅时间，我本人有讲故事嘅感觉，佢出有，我出有画面呢，佢唱歌咧有画面，哈，快歌嘅部分，虽然讲因为那个情绪要转换嘛，我觉得这你喺做歌数最难的部分，因为加上配合这3个可爱的同学哈，我觉得你把这个歌的层次有走出来。虽然讲歌词短短的，然后旋律相当简单，不过你的情绪跟堆叠，还有你的斗力部当不做下的功夫哦，我知道你有用心，加油！我相信，这些容易你，好不好？谢谢，要再接再厉哈。好啊，也谢谢3位同学帮忙，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做千千万万嘅希望，翻开景仰，千秋意味。来人言俗语，三百强强分起，将希望输俾全世界动机。大家好，我是邱子谦。阿婆从小让我带到大，很记得我懂事的时间，阿婆我要让阿婆啊去菜园帮忙种菜，浇水。大帮我帮阿婆按甜啊，吼，我曾经当排唔得，因为我一生因出台北去，一生因出关系，我曾经唔知佢过得好唔好，因为阿婆啊唔会用到。3C 的东西就係天资的产品，所以我就想講啊，我落去參加農業大擂台，不過阿婆啊，就在逐禮拜6啊，就看到出電視看到我。之前從細就真乖，細細愛做他，最尾拜我那個加油加油。爸，228那天晚上，你突然離開了我們。我的心都碎了，你過得好嗎？孤聽的切開眼的天，喜愛最每一擺跟你見面，小小的企喺門前，看你愛一行一夜，不過愛你卻無卡幾多年，而你嘅心。寒黑眼強片，看
困到你该中遥遥见面，深深给云过安多年，是饱水就不盼的，到尾爱总因是猜无欺骗。虽然爱离开无卡安多年，你偏爱的心还给你去强骗。 想你的暗不停，就怪你的相片，两下记忆的天空改变，死的国在无这恋恋，爱我三万个每一年，平安的重复见面的时间，爱的爱了生命，一天会好好来。 记得你思乡的容颜。火山用兵用车口狂风演绎，漫天风雨中为土地。太古向前行，乱世中战火起，为家为保护正义。希望对对保护你，你是为爱太多伤悲。你我献给沙墙恩给土地，浩然之地永无题。 终于永留天地，你的魂魄化作光明，三位英雄，四位神灵，换台英勇，千秋一命。 终于永留天地，你的魂魄化作光明，三位英雄，四位神灵，换台英勇，千秋一命。 千秋一命。来，哪一位老师的贡品那里？淑慧老师，曼国来讲，你的柔情。 收到一些前面讲的口白的故事，我觉得你应该表达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柔情，再放软一点。那当家做一分都快歌的部分呀，可以部分讲是猜中海让讲，这个是你最擅长的地方，结果你失误了。今天没有让我觉得你很稳，这个部分是我对你比较抱歉可惜的地方。好，安子 say。好，文书等下弄定。哦，先休息一下。 我是陈婷婷，我独自一个人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追梦，还有念书。这段期间，我在全省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得到了不错的成绩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不同的歌曲，尤其是听到客家歌的时候，觉得它的旋律还有语调，非常的优美，非常的特别。
只是在学习上呢，那个咬字是我最大的关卡了所以每一首歌呢，我都要在家里一个一个字用罗马拼音，透过问朋友的发音，还有呢听原唱人的发音，一个一个字拼起来。每次在闹热打擂台的客家歌曲歌唱比赛呢，都要准备不同的歌曲，对于不是客家人的我，真的是一大挑战哎。在台湾离乡背景这么多年，其实我最感谢的就是我的妈妈。那感谢她一直在我的背后默默的支持我、鼓励我。Hello， 妈咪。Hello， 婷婷。我们接下来那个闹热打擂台呀，要进入最后一集的那个总决赛了。哇，你很棒，你一定要拿冠军！加油，加油，得第一！加油，加油，得第一！加油！希望今天可以带着妈妈还有好朋友们给我的鼓励，为大家呈现最棒的表演。陈婷婷 ，You can make it！ 第一个天空，也係馬界顏色。第一個碰邊，也係馬人平yên。有幾多快樂，幾多幸福，天下嘅你，甘有將愛相依。顏色，第一個碰邊，也係馬人平yên，第二個你，有幾多快樂，幾多幸福，第二個你，用恨愛愛上。买两元苏吉，推个自由两年天天，买两元苏吉，三百强强分吉将吉莫苏吉，全世界动机。每台大嘅声，每三嘅苏行，来年大龄一样，就系苏吉苏吉，送个高，下个高，四叉高，琵琶不了，还没苏吉，就是心唔专心，是顿放上 FB， 秘密凑在你的面前还 APP，跳吧阿公阿婆。
破嘅时代，甘愿通过买嘅我的书记，科技进步，你是流行，骗你本意嘅想法，要么停止两个偏袒，狂奔又蔓延，一生一下是目标，莫敢莫散莫想莫偏，很本人又不按用心，甘系高度文明留下嘅采购问题，来让严书记，哪有按用好空嘅事情，来让严书记，推介自由人面天地，来让严书记，先把空空本气抢给莫书记，全世界都记。想法永无止境，面对面聊天，你还要玩手机，坏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今天我理直气壮站在这里，我要用声音反映这件事情。让严书记，哪有暗用好空嘅事情？让严书记，讲来暗道还还无法都无记。让严书记，先把空空分起抢起，莫书记，全世界都记。莫书记，全世界都记，莫书记，全世界都记。哇哦！哇哦！谢谢，酷哎！哇，四位太棒太棒太棒！来，集中一起，集中一起。来，罗国立老师。先讲慢歌好了哈。我个人觉得，在这首歌你并没有那么真情流露的把它唱出来，你是用演的，用你那完美的口气去把这首歌演出来。尬斯贡，你就用很单纯你那个美声去唱这一首慢歌，会更好哎，会更接近完美哎。再来讲这快的部分，快歌，我觉得你在唱的时候，你有在等他们呢。我们听到感觉是这样子，你有在等你的和音，你要配他们，这个落差很清楚。不过总体来讲，以看表演的心情，看你今天演出，我还是觉得很棒。我给你的分数也不会太低，你就是陈婷婷嘛，对不对？好，加油！谢谢三位，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好，我是思玲。我平常时都税务局上班哦，下摆验政府啦、公所啦，也是国乐团啊，也都有时的话，我要来主持。所以比讲要营造那个整个气氛，要把现场的气氛带起来，总会用到嗓管哦，就会爽到喉咙，再加上气管不是很好，这时候呢，下摆会有倒嗓的情绪。从他家介绍我的秘密武器。噔噔噔，空钮，吃下皮皮的主钮呢，就可以帮我润滑口腔，然后让我上场呢可以发出声音，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有好哦。介绍本他家比赛都赢了，一度按你跌跌撞撞，再加上练鼓的时间哦，懂事。大摆呢就会用手机不断的给你播放，然后一直重复听，然后呢再配合keyboard 老师。帮我编的卡拉呢，一直重复的，就是不断的一连唱。妈，嘿，现在你已经要进入决赛了嘛？是吗？总决赛了是吗？最后一关，反正对你有信心啊，你一定赢的，加油啊！好，谢谢。念起片片泡泡的油桐花，表爱天天往往的来如何？看动强强对呀行过去，一切的思念就开始。想起片片泡泡的油桐花。把摇摇晃晃的相片好，看到将将欢喜的笑容，所有的心痛就消失。
千千万万的希望，强强爱对待，暴风落雨爱人倾诉来讲，夜落雨天有痛法，变作点点滴滴的故事。强强无体，今生今世爱人千金又多。风风几点浪花，开在山脚下，亲像细汉妹的不识家，叫叫滴滴电铃声。风风几点浪花，空气里巴哈，亲像细汉哥的。心嘛，来来在你里送分，希望来个本爱，风风几点浪花，风风几点浪花，一缕一缕快自心给发，松松对对万年花，松松对对万年花。松松对对万年花，松松对对万年花，松松对对万年花。哇10点之三。哎，来，总慧茹编辑长老师，哎，今天洒落一地油桐花这首歌，我觉得前面的2句“念一片片啪啪给油桐”，你那个3连音的分配的非常的平均。其实之前我就发现你一直在这个拍子上面有稳定的进步，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你诠释的很好。第2首歌呢，你做了改编，我听到的灯笼法不是长这个样子。那你今天把这个节奏做了一点点变化，有一点点可惜是风风给灯笼法，然后开在山脚下，抢了一些拍。我知道，我有发现，很可惜这个地方，不然这首歌你也唱得很好，加油！好，谢谢老师，谢谢。安之生。好，按两就暂时休息一下，好吗？好哎呀，等下等分数出来的时间，咱们看统计一下啊，好不好？再拿到剃头名啊。好，之生。好了，5位选手已经冲脱了。今日倒带满意要得到呢年度的总冠军，等一下太家族第一来。老热大擂台年度冠军比赛 TC 季倒带根本的冠军的满意，也分数已经统计出来，按像安尼客家甜心的报告咧。先恭喜第1名的哈係，总分40.5，邱志强。你根本的分数的38.5分，加个总分的40.5，恭喜！再下来第4名，恭喜林冠群。係恭喜林冠群，今日分数的41分，总分的41.5，也就是翻盘的那一位。像安尼个呢，分享叶嘉修老师的颁发奖杯，6名的奖杯，恭喜！非常不容易，要更加油。
西名林冠群。恭喜两位，恭喜恭喜哈！6米和100有几米，想要更上一层楼，更好的名次，再来比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加油！谢谢两位，好，谢谢。暂时站在旁边，好不好？好嘞，公布一下，安尼 TC 季年度冠军比赛第3名的係乜人？恭喜林思玲。今日嘅分數係42.5分，所以總累積起來嘅分數係42.2分，恭喜林思玲。多謝啊兩位，哪位係安尼 TC 季嘅總冠軍？冠軍係乜人呢？恭喜總分有44.9分的陳婷婷。恭喜陳婷婷，今日嘅分數係44分，所以兩個總分44.9分。龍璇璇也第2名，但今日分數非常的高，46分，所以兩個總分差了係44.6分，但係冠軍嗰數差2.3分，分數差別非常的細。恭喜安尼第1名、第2名、第3名。呀，上去前3名。好，也很多搶安尼客家天使隊青石門、青煙刀，哦，青天上的高興的安尼，推動了頒發獎項，好，來獎杯獎杯。恭喜萱萱。謝謝。恭喜陳婷婷。年度的總冠軍，獎金888塊，88888塊。思玲姐姐今日很感冒，還去吊大檔誒。沒想到還可以衝得到第3名。係呀，來講一下。非常感謝大家，思玲哦，就誠如剛剛講的1年多，1年4個多月啦。那從一開始就是我真的是無心插柳，然後來到這個比賽，前期因為缺乏比賽經驗哦，所以常常失誤連連，然後但是就低空飛過。那後面是因為身體的狀況，但是我都盡量去把它克服。就像今天一樣，我就是全力以赴。係，安子謝謝。第2名萱萱，在這裡要謝謝爸爸媽媽，他一路陪我走過來，然後過年前爸爸開刀，所以。爸爸身體不好，我知道。對，所以很多時間都是在幫忙，所以我也沒有去練歌，所以我就只好等爸爸出院，然後才開始練。所以其實我覺得我今天有這種成績已經不錯了，謝謝。是，因為這個成績哦，一路走來已經非常非常的優秀了，很棒。我從只會5首客家歌，到現在會了超過30首了。然後我覺得製作單位的用心，每次的主題，還有樂隊老師，還有我們每一位評審老師給我們的方向，給我們的建議，都是發自內心的。真的，走到今天，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真的是由衷的感謝大家，謝謝你們。恭喜婷婷，恭喜3位，也恭喜2位哈。謝謝大家，謝謝你們。好，那我們現在來目送我們婷婷登上第4屆冠軍寶座。非常非常恭喜陳婷婷勇奪總冠軍。好，也沙下落去安尼 TC 嘅安尼鬧熱大擂台傳統組嘅冠軍比賽。年度總冠軍的比賽，都係根本嘅安尼傳統組慢慢要坐上位面再係保位啊！目前嘅積分係總美珍26.5，董海怡26.7，吳秀純26.2，羅思26分，總分扣25.5。有主題哈，有主題，年度還是要那個非常厲害，製作單位非常的用心，有安排講，從藝術上台跳嘅各位同藝術小跳，跟住來編啊你哦，分樣嘅呢分順講，羅思人。大家好，我係羅思人。小時候除了爸爸媽媽外，就是阿公最疼我。假日的時候都會跟阿公唱山歌。5歲的時候，阿公就教我到現在，然後每個字的發音，還有山歌韻味的
思恩参加这个山歌比赛啊，他在学习山歌跟阿公学习的过程里面都非常的开心，而且比赛的成果也非常有成就感。那我们也希望说，那就这样子继续坚持下去。思恩，加油加油加油！阿公，你觉得我这次会第几名呢？我了解啊，你的阿公该仍然该第几名？哎呦，还要躺心脏的公平啊，好嘛？分享，手下欣赏。入歌的時節，記得擂台比賽的時節，那擂台是一下你入歌，你嗓音跳中，你個氣聲，還有你這個你嘅入歌的表要抑揚頓挫，你方面你注意哈。還有太普跳，上流台的那有，你們上流台喲。什麼沒有一點哈，所以你要這樣說出來，特別記得了哈。好，加油！好的，恭喜你哈，按先莫看分數，分數等於下張的公布，好不好？哎呀，請回座休息。人生留才难。
记亲爱，咱咪要参加我为太太细细嘅三个比赛，韩国发动哦，你拿到好成绩，你拿到奖品奖励哦，大家看。喺個天窗啊，到個土生嘅之外呢，我咪係按照部三項三個協會嘅總幹事，咪係我大家社區嘅執行長，像我啊社區啊，個樂齡個65歲以上嘅老人家呢，我是教佢哋從三個，佢哋咪當好從三個。雖然當辛苦，教佢哋老人家當辛苦，但是呢，佢哋按快樂嘅成果，我嘛感覺當歡喜。三個結束日啦！阿陳、阿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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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淚退路。
妹。哎呦，姐姐你好。我唐瓜是现场讲哈。好了，来。分享英英老师。基本你唱的你爱罗山歌，本你建议就是讲你进歌嘅时间莫按急，哈，要缓缓到来的感觉，应该讲故事本你听。吼，安樣應該感覺，所以唱歌其實我哋嘅客家山歌，然後其他嘅語言冇強嘅為所就係，你做得從講故事，然後攞佢講出來，所以你冇急，冇音樂越動就當場實實唱出來，喺十個內呢，應該小調，我見你聽到非常嘅喜歡，好就係應該表情啊、動作啊，哈，全部都自然，非常好，是冇你。謝謝。為了你改的。對啊，哦，安尼就。暫時休息一下，好嗎？我係鍾涵姨，我對民國99年就開始接觸客家歌，不過期間因為有啲原因，所以就冇唱。最近因為工作單個調單位，壓力變到動態，想要請一隻書記壓力來kontro托，所以我又多咗嚟。我以前從來都唔設想過要上電視參加比賽，上次嘟好嘟到主動有先收費。就想講啊，盲說去參加出來試試看啦，結果運氣當好，就通過，後面一路就比到了哈。比賽過程其實壓力當大，咩唔知自家都帶唱到好呀，係唔好就上台比賽咧。唔過我當幸運，一路比賽到厲害，咩拿到冠軍。恭喜到有亞軍冠軍，恭喜鍾涵姨。坐上呢，V年再報名嚟。涵姨，我看你練歌很辛苦啊，特別安排。今年最後一擺比賽，你要加油哦！加油！
先谈一下公平啦哈，然然后分享公园有欣赏。仲小吉佢呢，我知道佢嘅三個在咧比賽歌唱當中啊，係為金鋪一道嘅一位歌手啊。不過呢，今日呢是佢唱嘅是一篇文，不過呢，佢係做咧談到佢嘅心情嘅一種緊張哈。可比講從下台時啊，然後一氣呵成哈，你是按一筆非常嘅小心按唱下來嘅感覺啊。半夜是也是個誒哈，而且呢，在啲歌詞當中，其實也有輕歡喜哈，輕歡喜，也有輕緊張，所以將兩個對比哈，做得做出來。曾經唱過嘅時間，所以講你熱心，你熱情你就做得發揮出來哈，這樣的話你就會更好啊。這感情嘅中落去就錯嘅啦，係啊。你一見中，一壓俾一睇有冇有冇感冒？唔怕，分數還蠻講不出來，還唔低哦。舊模做根本皇冠都低到嘅，係啊，舊模都坐上去了啊。有信心啊！好，加油！大家好，我是吳秀春。一開始我來參加腦藝大擂台，係因為我想我哋學山歌。我想講來呢片做得認識當多當厲害嘅人，冇想到我見比賽更有意思。當年做來腦藝大擂台比賽，比按多年呢，從一開始嘅一關兩關就俾人打下來，到兩下呢比到年度總決賽哦。我感謝一路上支持我嘅親朋好友，最重要嘅就是我嘅媽媽，佢大禮拜呢就會等到電視面前，讓我加油哦！大家都要看腦藝大擂台，唱歌嘅，希望佢偏嚴，大家嘅表演生啊都要嚟講，大家都要看，大家都要加油哦！大禮拜五下班呢，我就會準時到歌謠班報到，學習讓我唱山歌，還有欣賞我指導我當到讓班嚟唱，將我老山歌唱到當好當進步。首先呢，我再請嚟感謝一個賴燕珍先生。小野花唱神仙呐，你锵锵松松嘛。吳秀春，是啊，吳秀春，加油加油加油！想起了恋那个啊，思
国歌好。都在充分用版了哈，还要唱到遐欣赏啦，好不好？山歌字来讲哈，就平平稳稳唱上啊做得哈。迄个也个做音做下讲，有两只猥琐，比如讲上去练过一练哈，给下来嘅时间，没讲动讲啊嘅咁讲哈。係我唱那個可比李五嘅嘅入會所咪重樣哈，係比兩記住動順哈。小調每件法呢，就講細膩度噶哈，講做腰嘅部分呢，係講國下腰對，也甚至你會下好，哈，國家用。好，什麼欣賞？咱直接大隻哦，安尼這是分數線冇公布啦，好嘛？希望這個如願做初從一年再來報名，好嘛？大家好，我是張湘秋，我是檳城的客家人，我的頭路係咧開面試館。當初我來參加比賽，係咧因為歌謠班的老師請名啊，同我講嘅美麗的顏料要給舉辦試唱會，我愛去試看那時就按嚟比一下都比到一下咯，一路比到一下雖然挺辛苦。不過本來堅持下去嘅動力，都係我哋嘅家人。請感恩我有一個幸福美滿、事業推同堂嘅家庭。媽媽，您辛苦了。知道您這次參加繞那打擂台的歌唱比賽，我們都感覺到非常的榮幸。希望您今天能拿到更好的成績。張湘菊，讚！日記真嘅，我攏親認真嘅練唱山歌。唔管嘅草菜嘅時節、開茶嘅時節、種花嘅時節，大家都已經認真嘅練唱，希望講嘅100比100更加進步。我係張湘秋，我好唱山歌，山歌一條路，我會堅持下去，請大家為我加油哦！苦难
俺先谈一下呢。曾民主先生。曾民主先生，好嘛，来。乡曲呢，唱得不差，主要的是迄艰难辛苦，用个用嘅素材，喺那里来带来，莫按来过，会感觉到很啊顺。基本上唱到唱腔嘅声全部清好，加油！按这些两位先签字专业的大红手好，一五位参赛朋友已经唱脱了到底一五位万一要坐上安尼冠军的宝位呢？休息一下，马上就。第四届年度总冠军传统组的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恭喜天命总分有43.4的罗思妍弟弟，恭喜总上冠。平均分数的43.5，总分的43.4分。唔会差恭喜罗思妍。恭喜。第4名呢？第4名恭喜。总分有43.7，总上球。哇，这今日分数同高呢，45.5分，这个总分是43.7分，恭喜你！好，按照先来请安呢李秋霞先生来颁发第4、第5名的朋友来。好，下来啊，还有第4名的。颁发第4名的奖品，恭喜乡曲姐姐，你当然要拿出的第4名。这些谢谢啊，那李秋霞先生这些请两位来可不可以企下，好嘛？休息一下来，嗨。对啊。今日前3名哟。前3位，小甜心不挂嘞。第3名，恭喜杨延兔的，总分43.8的吴秀纯姐姐。恭喜佢，今日拿到44分，这个总分呢43.8分。恭喜。恭喜。出席按照公布第1名，第4届年度总冠军第1名係乜嘢呢？非常恭喜，总分有44.4分的钟汉一姐姐。恭喜钟汉一，今本伊这个分数係45分，总分44.4分，所以第2名係莊美珍，今日这个分數係43.5分，总分係43.9分，恭喜3位。恭喜。同时呢，同样家传统主要有请到客家电视台亲演导、亲新嘅台长来颁发奖品。一度行動出差無簡單，佢幾多人都總冠軍呢？颁發第1名嘅獎品總含義好了，還有獎金獎金8888，再加8萬，所以總共是88888。恭喜韓一姐姐！恭喜3位非常謝謝我們的台長，辛苦了。謝謝台長，謝謝。好，按先嚟有請第3名嘅秀春姐，好唔好？嚟。當意外，意外。感謝所有的觀眾朋友，還有安尼評審先生一出本來嘅指導，講我樣嚟唱，3個鐘會唱嚟更加好，更加針對，同大家。恭喜安尼秀春姐得到第3名，迷真記。對，感謝製作單位本來就好唱過一個舞台，感謝評審先生本來嘅指導，還有感謝我的啟蒙山歌的老師李永祥，我以前不會唱山歌，他把我教到會，感謝謝啟國老師，也感謝李文宏，他常常會教我怎麼唱，還有感謝一位人，現在他說不要說出來，放在我心中。感謝我愛寶山鄉愛鄉親嘅朋友，愛3個班嘅同學，新聞大家，
我该鼓励加油。恭喜啦，恭喜，好吧？3号，安尼第四届年度总冠军总含义，大家讲一下一个心中的感想。董事们、制作单位本来机会，还有评审先生本来指导。韩国所有曾经帮过我的朋友，韩国在隔壁的阿妹，因为我倒摆上工班样练散歌，从来会炒刀机，所以么，汉白唔会做过炒刀机嘅。什么我哋哈国有班的谢其国老师，给一直本来一直打气，一直鼓励我。然后我还是最什么我在这韩国我妈妈。他们是我的精神支柱，在我比赛的2段时间，他们一直都跟我打气。然后什么太感，谢谢。哇安赞，全部都名师搞出来的高徒啦，咱们有按好的成绩。所以也哈第4届年度总冠军总含义，也按目宿目足金金来看呢，总含义登上卫冕者宝座。非常恭喜！下礼拜有新一季的比赛哦，一定要准时收看的节目哦。就再多谢，好，当然多谢高比以前啦，都要多谢今天辛苦的主持人先生，再多谢。小票老师，谢谢老师。同时，大家唔記得下禮拜公假時間就收看呢，撈嘢大擂台，撈嘢跳花台。